逍遙呢？跑了。跑了？不知道是四哥手下留情，还是燕逍遥变得仁慈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四哥，你口口声声说要为八哥报仇，今日却在燕逍遥的刀下苟且偷生，难道这不是我们飞陀商队的奇耻大辱嗎？秋林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四哥，你我心里非常清楚。来人，下了他的棍。谁敢？蒋爷，我这也是奉命行事，有什么事情，等刀爷回来再说吧。哼！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都听说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秋林来了，见我没有死在燕逍遥的刀下，就说我是飞陀的奸细。还说我是飞陀的耻辱。四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只想给八弟报仇，没想到秋林却在我的背后下手。四哥，但愿事情会早日水落石出，还你清白。贵娘，知道吗？最让我伤心的，不是飞陀的兄弟们对我的怀疑。有什么事是二妹可以效劳？我听说，飞陀最近有些事情和你有直接关系。四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以为我是奸细？你是奸细。哼，这简直是笑话。贵娘，你还要骗我多久？难道等你要嫁给我以后，还要继续骗下去吗？要骗我一生一世吗？四哥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不管怎么样，你该清楚，有些话在我的心里已经埋了很久了。只是驼队常年东奔西走，没有机会向你表白。
我想長久的和你在一起。四哥，你说这些话都是真的？四哥，事到如今，你该把真相告诉我。四哥，我……难道你还信不过我？是，我是纣奴。四哥，我把这些话都告訴了你，你原谅我吗？你的身份，我不会告訴别人的。我就是说了，他们也不信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你走吧，我以后不想再见你。你放心。我不会太难过的，反正我的命也不会太长了。四哥，走啊！我已查明，玛瑙确实在谢天琴手上。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那么接下来应该是救人了。谢天琴把守森严，根本无法进入。你的意思是没法把他弄出来了？谢大人，你再宽限我几天，我一定把玛瑙交到你手上。不，我不想再等了。你如果有意合作的话，就在明天天亮之前把玛瑙给我送到官衙。我要好好的问问南天星和纣奴的事儿。谢大人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别说了，你要干不了的话，我们之间过去一切的事情都一笔勾销，我再找别的人去。好，我去。不过我只能把人送到官衙门口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和你有来往。放心吧，我会安排的。
我们飞陀能有今天，多不容易呀！哼，这都是我们兄弟们一次次的流血，一路上的流汗，一点点换回来的。哼，谁能料到四哥要把大伙儿的心血给白白的断送了？我真是气死我了！师哥，在这事还没查清之前，你不能信口胡说四哥是奸细。我这是信口胡说吗？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你不要跟我说了，誰不知道你整天跟四哥眉来眼去的，你用不着为他辩解。哼，反正，在刀爷回来之前，你们谁也別想動四哥一根毫髮。哼，刀爺回來，我告訴你，就是刀爺回來，也一定會除掉奸細。秋林，是何舉行要對四哥落井下石？這是東天王的敕令。但是你和我都知道，四哥是無辜的。你怎麼了？有什麼要說的？等刀爺回來跟刀爺說吧。哼，你這分明是要趕盡殺絕。難道你想讓駝隊四分五裂？惠美，我這麼做，全是為了聖教，為了聖教的這幫兄弟。如果蔣求的死能換來聖教的興旺，那又何嘗不可？駝隊的瓦解對聖教有什麼好處呢？我看你是想找個替死鬼吧。哼！南爺，您作為聖教的東天王，要為我做主。貴娘不要着急，慢慢說來。南爺，師哥不顧兄弟義氣，一意孤行。現在只有你能阻止他了。我想，秋林做的都是為了聖教多年來在飛陀商隊所建立的一切。我同意他的做法。貴娘，你真的變了哦。南爺。你真的對蔣求動了情啊？南爺，如果沒有你和秋林的努力，聖教就沒有今天的成就。我相信我的眼光，
但我也不能否認秋林的剑术。不知你这样看如何呀？那也请指教。你劝蒋球离开飞陀商队，加入圣教。一来，秋林再没有排挤他的借口；二来呢，你和蒋球的婚事也有了着落。谢谢侯爷，我试试再说吧。你全听到了。南爷，你们两个都是我一手养大的。不过，南爷，南爷放心，我长大了，绝不让任何人影响到圣教的将来。四哥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现在秋林在外面信口就说你是纣奴的奸细，所有兄弟都信以为真，恨不得马上把你杀死。四哥，你恐怕过不了明天。奸细，我是纣奴的奸细。四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要是仇人想让我死，我一定要死拼到底。可现在是我的兄弟，曾经同生共死的兄弟要我死，我怎么办？听天由命吧。四哥，你有没有想过去投奔纣奴？你是说让我做真正的奸细？哼，笑话！我宁肯死在自己兄弟的刀下。四哥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你……闺娘，别再说了。道爷作为你的义父，待你恩重如山，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？你要毁了他一生的心血，你明白吗？四哥，我不愿意你就这样死去。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闺娘，你的心思我懂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四哥，闺娘，如果我的死能让你马上觉悟的话，好。
进来。沙二爷，什么事儿？那。你不怕死？哼，我也不怕。我可以为你作证。你现在就出去，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去啊！飞陀客栈不知去向，叶归娘也被乱箭射死。哦，可惜呀，一个这么有情有义的女子，就这样魂飞烟灭，真是太可惜喽。侯爷今天又怎么了？长吁短叹的，怎么不开心啊？哦，刚才听安顺讲了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说来我也听听。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，为爱牺牲。哼，那是说我的吧？秋林，抬起头来！本官問你，葉姑娘何罪之有？被你亂箭穿心，慘死在飛陀客棧。把這實情給我從實招來。謝大人，葉歸娘勾結燕逍遙和眾奴串通一氣，妄圖刺殺我刀爺，攪亂我飛陀商隊，
致使我飞陀的8位旗主非死即傷。你有什麼證據？秋玲說的句句是真。叶桂娘放走了蔣求，還打傷了我不少兄弟。我怎麼能听你一面之詞呢？只要大人捉拿燕逍遥归案，定会真相大白。哼，如果你要拿不出证据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懂嗎？大人，您宽限2天，2天之后再无證據，秋玲任凭處置。好吧，来人，统统給我收監，抓到蔣求之後，本官再做判斷。是。行了，走，慢着。謝大人，本爵有些話不知當講不當講。侯爺直言无妨。謝大人一向是明察秋毫，公正嚴明，不知此番邱旗主入獄，可有真憑實據，又怎樣發落呢？問得好。倘若無故把百姓收監入獄，豈不是有辱朝廷法律，也壞了大人的名聲，落得天下人恥笑。那麼，依侯爺的意思，侯爺的意思是把這些人先放了。這樣吧，你們把邱大俠先帶下去，好好的款待一下。是，走。侯爺，我就知道此案非同一般，肯定是有幕後主使者。哦，有這麼嚴重嗎？何止這些啊！如果侯爺感興趣的話，可以陪我等上2、3天，到時候你就會看個明白，那個幕後指使者就會自動的跳出來，那個神秘的人物也會現原形了。大人所言極是，我的意思也是請大人看管好證人，以防不測。侯爺的意思，下官明白。飞陀的弟兄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到眼前却按兵不动，你要等到什麼時候？此事不可操之過急，我自有安排。8位旗主血灑疆場，葉桂娘又死在秋林的亂箭之下。你要是再姑息那些賤逆子，陀隊就要完了。蔣求，兄弟們的血不能白流，他們的犧牲，我們忍辱負重，都是為了將飛陀商隊的內奸引出來。如果我們輕舉妄動，我們就會功虧一簣啊！
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？一定能，一定能。皇上来了，快点开门！大人，皇上来了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罪臣班勇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起来说话吧。臣戴罪之身，不应受陛下如此荣宠。起来吧。班将军，朕一直想来看望你。你们班家父子为保卫西域，苦心经营，为朕巩固西域统治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这些事情，朕的心里头如明镜一般。但朕行事也有诸多无奈之處啊。此番将军入狱，實在是迫於無奈呀。所以，朕特來看你。朕為了此事，親派特使赴西域明察秋毫。你起來吧。臣指望陛下了解班家的一片忠心。自你入狱，朕派出谢司寇和8名御前侍衛，分別趕赴敦煌和西域調查真相。關於行軍失期，實屬不實之言。你們幾個要徹底調查來龍去脈。陛下放心，我等一定秉公調查。至於你勾結飛陀自立為王之事，雖不甚明了，但我相信真相也定會大白於天下。我們南侯爺與邱七主的父親一向很熟，自然關心邱七主在獄中的起居細節，沒有別的意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替親人通融通融也是應該的。啊，自然如此，自然如此啊。那還請謝大人諒解。邱七主的事兒，我實在幫不上忙。哎呀，大人你太謙虛了。事成之後，我們侯爺必有後謝。謝大人，那個安順說事成之後還要重謝大人。看來這個南天星是不惜血本啊。他要見邱公子是吧？見就見吧。我看他能玩出什麼鬼花活來。邱公子，侯爺讓我來看你，還有什麼要說的嗎？望侯爺盡快前來相救。只怕時間長了，
謝司寇這個老賊動了家伙，我怕管不住自己這張嘴，到時候对誰都不利。邱公子啊，这点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侯爷自有安排。侯爷让我来看你，就是让我告诉你，什么都别说。永远闭上嘴。大人，丘陵悬梁自杀了。自杀？这点小把戏能瞒得了本官吗？司寇大人，皇上派出的8名御前侍卫已在官衙等候。哦，知道了。谢大人，你把这2天查的这些事儿跟我学学，我好回奏皇上。回大人，司寇在西域这些天不敢有丝毫怠慢，初步查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紂奴所为。是吗？背后的指使就是美玉侯南天星。此话当真？南天星早就有扩大关外势力的野心，他千方百計地獲取孔雀刀，就是想统領西域疆土。謝大人，這可關係到朝廷重臣的身家性命，絕對不能有針尖大的漏洞，否則這可是欺君的死罪。謝某不敢以身試法。什麼時候給個準信？2天吧，2天內我一定給大人答復。要是有什麼閃失，你的鳥食罐就得挪個地方了。明白。侯爺，這幾天總是心神不安，憂心忡忡，不知是為何事？還不是因為謝司寇那個老賊。又是這個討厭的謝司寇。自從謝司寇來到葡萄城，就一直跟我作對。這幾天發生的事兒，他絕對不會善罷甘休。憑侯爺在朝廷的勢力，還怕他不成？這不是怕不怕的事兒，現在被他咬住無法脫身，這一關我很難過去嘍。侯爺放寬心，翡翠倒有個方法，我倒要看看這個老賊能把我怎麼樣。哦，你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去找御前侍衛大人，告訴他們謝司寇欲加罪於我家老爺。哎呀，你這個鬼丫頭。大人，小女子有事要向大人禀報。你是什麼人呢？我是美玉侯南天星的侍女翡翠。啊，請。謝大人。你有什麼事兒，盡快說吧。大人，是這樣的，朝廷命官謝司寇，自從來到西域之後，就看上了我家侯爺在西域的田產，他竟然誣告我家老爺與亂黨勾結，而且與班勇將軍一案有牽連。
侯爺為了息事寧人，將大片的牧場割讓於他，誰知這個謝司寇竟然貪得無厭，又起歹心，逼得我家老爺走投無路，一病不起。大人，翡翠前來就是想請大人做主。謝司寇竟有此事？翡翠不敢瞎說，大人查查便知。